講到香港人嘅 comfort food 啊，米線一定榜上有名啊！嗱，湯底啊、食材配料啊、小食都可以自由選擇，食得飽肚又滿足。係啊，米線真係百吃不厭㗎，我哋都好中意食。不過如果想食得安心又健康，特別係對心臟有啲關注嘅朋友呢，就要做少少嘅調整，咁樣碗米線就可以食得營養又放心啦。咁究竟點樣先可以食得健康啊？嗱，其實米線本身咧就唔係唔健康嘅，而係加咗啲高鹽啊、高脂嘅配料之後，同埋啲重口味嘅湯底咧夾埋一齊，咁就容易成為對心臟有負擔嘅一餐㗎啦。嗱，想食得健康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我哋一齊教你點做啊！兩位醫生啊，你哋中意食啲咩餸㗎？嗱，我咧就中意食牛丸啊、墨魚丸啊、大腸啊、腩肉啊嗰啲咯。群姐，估唔到你係食肉獸喎，唔少人咧都中意叫丸類啊、大腸啊、腩肉呢啲，雖然真係好好味，但係啲鹽分同埋飽和脂肪咧都比較高，食得多對心血管唔係幾好嘅，記住要節制啲啦。不過唔代表所有內臟都唔健康㗎喎，其實豬潤就係一個幾有營養嘅選擇。佢含有豐富嘅鐵質、維他命 A 同埋 B12，而且脂肪都唔算高，只要適量食其實都可以嘅。我咧就最中意食埋啲口水雞啊、麻辣炸魚皮啊、腩肉啊嗰啲，好味又香口啊嘛。麻辣小食同埋炸雞翼呢啲咧，油脂就真係比較高啲啦，會增加咧我哋嘅壞膽固醇，食多咗咧對血管咧都會有壓力㗎。偶爾叫一碟同朋友一齊食下，開心下冇問題嘅，不過記住要適可而止咯。好啦，咁點樣配搭啲餸先食得健康呢？兩位醫生俾啲 tips 嚟啊！其實好簡單嘅，我哋建議2份蔬菜、1份肉、1份米線。蔬菜方面咧，可以揀翻啲葉菜類，例如話韭菜啊、通菜啊、菜心呢啲高纖維又有飽肚感。除此之外咧，都可以加啲菇菌類，例如話金菇、冬菇、竹笙，呢啲亦係低脂肪又有營養，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至於1份肉咧，我哋可以揀雞肉或者牛肉，但唔係肥牛喎。嗱，脆肉丸啊、墨魚仔咧，呢啲都係唔錯嘅選擇嚟嘅，可以攝取翻蛋白質。原來食米線咧就要多菜少肉，咁就健康啲啦。冇錯啊，但係都要留意喎，蔬菜嘅吸油力好強。如果你揀一啲高脂又高油嘅湯底，仲要加唔少醬汁咧，咁就再食幾多菜都唔會健康㗎。仲有啊，唔少嘅朋友咧都中意食麻辣啊、酸奶嘅湯底，因為咧味道濃郁之餘惹味啊嘛。但係其實食辣咧都需要適可而止㗎，特別係心臟病嘅患者，重口味嘅湯底啊或者醬汁咧都含有太多嘅脂肪同埋鈉質，咁其實咧對我哋心臟啊同埋血壓嘅健康咧百害而無一利嘅。建議咧不如揀翻啲清湯啊或者蔬菜湯底。如果真係想食辣咧，最多加10小辣或者 BB 辣好啦。不過亦都要淺嘗，亦都唔建議咧飲咁多湯底啦。仲有啊，即使美食當前咧，都要講下先後次序嘅。建議可以先食蔬菜，再食蛋白質食物，最後先至食米線。咁樣既飽肚之餘，仲可以控制碳水化合物嘅攝取。哦，原來食米線都有咁多學問嘅。頭先咧聽到兩位醫生講咗咁多飲食健康嘅習慣，對於有心臟病啲朋友啊，好似我有個姊妹咧，早排就做咗通波仔手術喎。日常飲食啊、健康啊，咁有咩要注意嘅咧？嗱，心臟病患者咧要特別注意膽固醇嘅管理。其實膽固醇分為好膽固醇同埋壞膽固醇。好膽固醇可以幫助清除血管內多餘嘅脂肪，仲可以將壞膽固醇帶返肝臟分解，保持血管暢通嘅。但係壞膽固醇過高咧，就會沉積喺血管壁，容易形成斑塊，令到血管變窄或者阻塞。當血管變窄，血液流通咧就會受阻，咁即係話咧心臟需要用更大嘅力將血液輸送出去咯。長遠嚟講咧，會增加我哋心臟嘅負擔嘅。而一旦斑塊破裂咧，就有機會形成血栓，
導致到心肌梗塞或者中風。咁所以咧，控制壞膽固醇係心臟病術後係重中之重嚟㗎。要提醒翻通波仔後嘅患者咧，佢除咗需要長期服用抗血小板藥嚟到保護血管同埋支架之外咧，仲要少食啲高脂肪或者高膽固醇嘅食物，例如內臟啊、炸物啊或者加工食物。另外一方面，可以多食對身體有益嘅脂肪酸食物，例如話三文魚、青魚、堅果，甚至乎可以用橄欖油嚟到煮食。呢啲食材含有好膽固醇，對心臟健康特別有幫助㗎。係啊，通波仔手術咧，只係將我哋嘅脂肪斑塊壓平喺血管入邊，亦都唔代表咧呢啲斑塊從此消失嘅喎，更加唔代表咧其他血管都冇問題。咁所以咧，手術之後都要特別注意翻飲食同埋三高嘅管理。如果繼續偏食啊、唔做運動啊，好容易咧就會喺其他血管位置再出事㗎啦。咁但係只要咧均衡飲食，保持翻運動習慣，咁就可以咧幫助身體控制翻壞膽固醇，減少再次血管塞嘅風險，做到真正嘅護心。咁仲有冇啲可以保持心血管健康嘅 tips 啊？嗱，想保持心血管健康咧，首先就要維持均衡飲食，譬如減少高鹽、高脂肪嘅食品，而多進食蔬菜、水果類同埋全穀類嘅食品。嗱，仲要記得做適量嘅運動，每日保持30分鐘適量嘅運動，例如步行、慢跑都有助促進血液循環，提升好嘅膽固醇。嗱，除此之外咧，亦都需要定期進行身體嘅檢查，包括咧監測我哋嘅血壓啊、膽固醇同埋血糖。我哋及早發現問題咧，先至可以及早處理同埋預防心血管疾病。嗱，即使做咗一啲心血管嘅手術之後咧，亦都需要定期驗血，咁啊了解翻自己嘅膽固醇水平啊，去確保咧心血管嘅健康同埋穩定。哎呀，早啲識你兩位就好啦，咁我可以同班姊妹咧食得美味又健康。米線好味又百搭，最緊要記住配料同埋湯底要識得選擇，咁就可以食得健康又滿足啦。聽完你講咧，食得健康，連個心臟都開心啲啊！係啊，咁快啲食啦，啲米線都凍啦。好啊，好。